嚟到21世紀，私家車識得自動駕駛，又識自動剎車，但使咗超過15億元買入嘅空管系統，民航處竟然要每2星期派員輪流手動重啟新空管中心同指揮塔嘅工作值，難怪專家都話有啲原始嘅嚇，咁即係你要有個人啊，即係定時定刻要將部機重新啟動嚇。因為大家都知道，可能即係大家屋企用嘅電腦，你都未必係經常去重新啟動佢。民航處連幾時重啟嘅監表都編埋，傳真社攞到其中一份，顯示共53台工作值，編咗每2星期重啟一次，部分更加要每星期重啟，時間多數喺凌晨至清晨。消息話措施今年開始實施，目的係防止工作值運作緩慢或者死機。係咪一個好嘅系統應該有出現嘅情況呢？咁呢個我相信就唔係好合理啦嚇。即係如果一個好嘅系統係咪要時時刻刻咁樣去即係監察住佢嚇？咁即係變咗佢個自動化嘅程度就低好多啦。傳真社又發現呢2個同新空管銜接嘅子系統，工程人員需要每小時人手進行健康檢查，確保系統運作順暢同正常。如果發現系統伺服器嘅記憶體使用量超過2.5個 GB， 或者伺服器冇反應，螢幕出現故障顯示，就需要通報上級同重啟伺服器，重啟工序需要大約15分鐘。民航處冇正面回應傳真社係咪需要每2星期重啟工作值，每小時人手檢查子系統，只係話按國際慣例，承辦商建議同具體運作情況進行定期維護程序，又話航班運作同航空安全唔會因此受影響。但消息人士指，電子紙條系統喺今個月初清晨時分死機，技術支援人員要將系統主伺服器切換到後備伺服器，並重新啟動工作值，但民航處未有公佈。ONTV 東網電視新聞台報導。